位屬蛇嘅有緣人，大家好，今日同大家傾嘅話題，專門針對1953年癸巳年出世嘅朋友。如果你啱好係1953年生人，又或者屋企父母長輩係癸巳年嘅蛇，咁今日呢段內容我勸你一定要沉住心，由頭聽到尾，唔好覺得呢啲係普通嘅生肖運程。我今日講嘅係關乎你後半生安穩、成間屋宅福氣走向嘅關鍵提醒，係好多人踩過坑、食過虧先總結出嚟嘅經驗，真係錯過咗好多。本可以提前避開嘅關口，就會悄無聲息咁找上門。等你反應過嚟，往往已經遲咗。覺得講得有道理嘅朋友，麻煩點個讚，亦都可以喺評論區留低逢坎必過4個字，俾自己斬一份心氣，亦接一接晚年嘅旺運。呢段時間嚟揾我睇運程嘅朋友裏面，癸巳年嘅長者特別多，大多都係啱滿73歲或者緊接73歲嘅年紀。傾偈嘅時候，10個人裏面有8、9個都會話最近呢1-2年總覺得日子同以前唔一樣，講唔出邊度唔對，就係周身唔自在。有啲人退休差唔多10年，以前每日遛彎下棋湊孫，日子過得規律又舒服。我最近總覺得心裏發慌，坐又坐唔定，企又企唔穩。明明冇乜緊要事，就係莫名咁焦慮。有啲人家中本來和和睦睦，仔女孝順，老伴貼心，最近卻總因為雞毛蒜皮嘅小事起爭執，要麼同老伴嗌交，要麼同仔女鬧別扭。好好嘅一個家，總彌漫住低氣壓。仲有啲人前幾年身體硬朗嘅很，行山逛街比後生仔都有精神。呢1年得多你卻總覺得精力跟唔上，行2步就攰，小毛病反反复复，頭暈失眠，胃口差，去醫院做咗全身體檢，又查唔出乜嘢氣質性問題。醫生只話年紀大咗多休息就得。幾乎所有人都會問我同一句話，係咪人到咗呢個年紀都係咁樣？我每次都會同佢哋講，年齡增長帶嚟嘅身體變化係一方面，但更多嘅係你命理裏面嘅運程行到咗關鍵嘅節點，唔係無緣無故嘅唔舒服，亦唔係無緣無故嘅唔順。好多人冇接觸過命理，覺得呢啲都係虛無縹緲嘅嘢。可你回頭諗下，人生裏面好多重要嘅轉折都係有預兆嘅，只係你冇當回事，等事情發生咗先知後覺。1953年係癸巳年，天干為癸水，地支為巳火。呢1年出世嘅屬蛇人係水蛇之命，喺12生肖嘅所有命局裏面都係非常特殊嘅存在。屬蛇嘅人本就聰慧通透，心思細膩，觀察力強，骨子裏帶住一股唔服輸嘅韌勁。而癸巳年嘅蛇更加係水火相容嘅聖子，外表睇住溫和沉靜，唔爭唔搶，內裏卻極有主見，極能捱事。你哋呢一代人生喺特殊嘅年代，成長路上大多冇享過乜嘢順風順水嘅福。少年時家境普遍唔富裕，早早就要幫屋企分擔生計，食過苦受過累。成家之後，上有年邁嘅父母要贍養下，有年幼嘅仔女要拉扯，成世都喺度為家庭奔波，為家人付出。有啲人年輕時事業起起落落，換過唔少行當，食過唔少虧，全靠自己咬實牙關，一步一步熬出頭。有啲人為咗仔女嘅學業工作分事，掏心掏肺傾盡所有，將自己嘅夢想、自己嘅喜好全都壓喺心底，成世都冇為自己活過幾日。亦正因為咁樣嘅經歷，癸巳年嘅屬蛇人大多都係大器晚成嘅命局，前半生一直喺度付出積累沉澱，真正嘅福報全都藏喺晚年。好多人覺得晚年福係天生嘅，命裏有嘅就一定會嚟，其實根本唔係咁樣。所有嘅福報都唔會平白無故落到你頭上，喺大嘅福氣到嚟之前，命運一定會俾你設一道關口，亦就係我哋成日講嘅劫，或者叫轉折點。呢道關口邁過去咗，後面就係一馬平川，福氣源源不斷，邁唔過去，前半輩子斬落嚟嘅福報就會一點點消耗掉。晚年覺得啤屈又唔順。而對於1953年嘅癸巳蛇嚟講，73歲就係你坐避節最關鍵嘅一道人生關口。點解偏偏係73歲？好多人唔理解。我從命理五行嘅角度同大家講清楚，癸巳蛇嘅命局，癸水生於巳火，水火本就有相沖相克之勢。年輕嘅時候人正值壯年，氣血充足，陽氣旺盛，自身嘅氣場足夠強，完全可以壓住命局裏面嘅相沖之氣。好多潛藏嘅問題都被旺盛嘅陽氣蓋落去，顯唔出嚟。到咗中年，你有事業要忙，有家庭責任要擔，成個人嘅精神氣係提住嘅，氣場亦係穩嘅。有事業同家庭嘅雙重托舉，命局裏面嘅相沖之氣依然翻唔起浪。
可一到73歲，情況就完全唔一樣咗。呢個年紀大多已經退休多年，事業嘅支撐徹底退去咗，生活嘅節奏慢落嚟，成個人嘅精神氣慢慢鬆落嚟，再加上年紀增長，身體嘅氣血逐漸衰弱，自身嘅陽氣同氣場都唔如年輕時候強盛。呢個時候，命局裏面潛藏咗幾十年嘅水火相沖之氣，就會慢慢浮現出嚟，順着你變弱嘅氣場一點點滲透到你嘅生活裏面。呢啲問題唔會一下子變成大災大難，都係從最細微嘅地方開始，先係你嘅情緒睡眠，再係你嘅身體，然後係家庭財運，悄無聲息咁影響你嘅成個運勢。我早年有位相交多年嘅老友，就係甩狗53年嘅鬼氏蛇，年輕時做建材生意，風裏嚟雨裏去，食過唔少苦，亦攢下咗厚實嘅家底，一對仔女都培養得好優秀。退休之後喺家種種花養養魚，日子過得清閒又自在。結果啱入73歲嗰年，事情就一件接一件找上門，同老伴頻繁嗌交，仔女公司周轉出問題，自己高血壓突發入院，整個人精神頭一下子垮咗。後來佢專登嚟揾我睇流年運程，我翻咗佢嘅八字，正好73歲，呢年係佢命局裏面水火二氣交匯嘅節點，亦就係典型嘅轉運關口。呢一年波動大瑣事都係正常嘅，只要穩住心神熬過去之後，後面嘅運程就會一路平穩，仲可以享10幾年嘅清福。我俾佢調整咗屋企嘅風水佈局，亦勸佢放寬心，唔好總操心仔女嘅事，將自己嘅身體養好最重要。佢照做咗大半年之後，屋企嘅事慢慢都理順咗，佢嘅身體亦漸漸恢復。依家每日照舊同老朋友去釣魚，日子過得好舒坦咁樣嘅例子，呢些年我見過真係太多咗。有啲係栽喺錢財上，成世斬嘅養老錢被騙走大半；有啲係栽喺身體上，一場大病耗光咗精氣神；仲有啲係栽喺家庭上，同仔女鬧得不可開交，晚年孤孤單單。其實呢啲事唔係躲唔過去，只係大多數人都冇提前察覺，冇把呢啲小徵兆當回事，等事情鬧大咗，再想補救就要花更多嘅力氣。所以今日我必須提醒所有953年嘅屬蛇朋友，由依家開始一定要留心你身邊出現嘅3個信號。呢啲唔係普通嘅小事，係命運喺俾你發提醒，話你知關口已經近咗。第一個信號就係睡眠出現異常變化，好多73歲上下嘅屬蛇朋友都會遇到睡眠問題，唔係偶爾一次嘅失眠，係長期嘅有規律嘅睡眠異常。最常見嘅就係半夜早醒，要麼凌晨2、3點醒，要麼4、5點醒，醒咗之後就再都瞓唔着，腦裏翻來覆去諗嘢，要麼諗以前嘅陳年舊事，要麼擔心屋企嘅大小瑣事，睜住眼熬到天光，日頭又昏昏沉沉冇精神。好多人都覺得人老咗覺少呢係正常嘅生理現象，唔使當回事。其實唔全係咁樣。從風水氣場嘅角度嚟講，人喺睡眠狀態下，自身嘅氣場係最放鬆、最脆弱嘅，亦係最容易受居住環境影響嘅。對於鬼氏蛇嚟講，本身屬陰火，睡眠嘅質量直接反映咗你自身氣場嘅穩定程度，亦直接受家中臥室氣場嘅影響。如果你最近頻繁出現半夜早醒、多夢易驚、瞓醒咗都覺得攰嘅情況，先唔好淨係諗住食安眠藥，先睇下你臥室嘅佈局有冇問題。首先，床頭一定要靠實牆，唔好靠窗，亦唔好背後懸空。床頭背後冇實牆依靠，喺風水裏叫靠山不穩。人瞓着嘅時候，潛意識裏會冇安全感，氣場就容易散，自然瞓唔踏實。然後床頭唔好正對住鏡，亦唔好正對住房門，驚屬陰。夜間對住床頭容易擾亂人嘅陽氣，導致多夢驚醒。房門係屋企氣流進出嘅通道，床頭正對房門進出嘅氣流會直衝床頭，打亂睡眠嘅氣場，亦會讓人瞓唔安穩。仲有一個好多老人家都有嘅習慣，就係喺床底堆嘢，舊箱舊鞋、換季嘅被褥、冇用嘅雜物，全都塞喺床底，覺得唔佔地方慳空間。其實呢係臥室風水裏嘅大忌。床底係人體氣場循環流通嘅地方，堆滿咗雜物，氣流就堵住咗，濁氣散唔出去，清氣入唔嚟，人日日瞓喺上面，睡眠點可能好？時間耐咗，唔單止睡眠質量越嚟越差，成個人嘅運勢亦會跟住滯住，做乜都唔順心，倒霉事一件接一件。所以有呢個習慣嘅朋友，一定要抽時間將床底清理乾淨，啲常年唔用嘅雜物該掉嘅掉，該放儲物間嘅放儲物間，俾床底留出足夠嘅空間，讓氣場可以順暢流通。
好多人清理完之後，當日就覺得瞓覺踏實咗唔少呢，就係氣場順咗嘅緣故。第二個信號係家中嘅植物頻繁枯萎，尤其係客廳東南角嘅綠植。好多老年朋友都中意喺屋企養啲花花草草，既能打發時間，又能俾屋企添。啲生氣係好好嘅習慣，可有啲人家乜嘢植物都養唔活，買翻嚟嘅時候綠油油嘅精心照顧，可養唔到10日半個月就開始發黃掉葉，最後枯死換咗一盆又一盆，品種換咗好多種，結果都係一樣。好多人都會覺得係自己唔識養花，手笨養唔好。其實你唔知植物係最敏感嘅氣場，探測器比人嘅感知靈得多。屋企嘅氣場好祥和順暢，植物就長得枝繁葉茂。屋企嘅氣場亂，俗氣重，陰氣盛，植物就吸收唔到好嘅氣，自然養唔活。尤其係客廳嘅東南角喺八卦裏屬於巽位，呢個位置主管住一家人嘅財運同家運。對於晚年嘅屬蛇朋友嚟講，呢個位置嘅氣場好唔好，直接關係到你晚年嘅錢財穩唔穩，屋企嘅日子順唔順。如果客廳東南角嘅植物接二連三咁枯萎發黃，點養都養唔好，咁就說明呢個位置嘅氣場出咗問題，財運喺慢慢下滑，家運亦喺走下坡路，一定要引起重視。遇到咁樣嘅情況，先唔好急住買新嘅植物，先將東南角嘅位置好好清理一下。好多人家嘅東南角常年堆住舊箱、廢紙箱、唔用嘅舊家私，擋住咗光線，亦擋住咗氣流，又潮又焗，氣場當然好唔了。將呢啲雜物全都清走，將空間騰出嚟，經常開窗通風，讓陽光可以照到呢個位置，保持乾燥明亮。等呢個位置嘅氣場順咗，再擺上一盆生命力旺盛嘅綠植，比如發財樹、綠蘿、萬年青，唔使揀太名貴嘅，好養活嘅就得。慢慢就能將巽位嘅氣場養翻嚟，財運同家運亦會跟住穩定落嚟。第三個信號係人際關係同家庭關係突然出現反常變動，仲有一個好明顯嘅信號就係你身邊嘅人同事突然發生咗好多反常嘅變化，比如好多年冇聯繫嘅親戚老朋友突然找上門，要麼揾你借錢，要麼揾你投資，要麼拉你參和人哋嘅閒事，比如同你相處咗幾十年嘅老伴。又或者一向孝順嘅仔女，最近總同你鬧矛盾，一點小事就能嗌起上嚟，屋企日日雞飛狗走。再比如你相交多年嘅老朋友，忽然就同你疏遠咗，冇乜矛盾，亦冇乜誤會，就係慢慢唔走動咗，聯繫少咗。好多人遇到呢啲事都會覺得係巧合，係年紀大咗，人際關係自然會變化。其實喺命理上呢，從來都唔係巧合，每個人都有自己嘅運勢磁場。當你嘅人生要進入重大轉折點嘅時候，你嘅磁場會先發變化，而你周圍嘅人同時都會跟住你嘅磁場發生變動，同頻嘅人會被吸引過嚟，唔同頻嘅人會慢慢遠離該嚟嘅事，亦會提前露出苗頭。對於73歲嘅屬蛇朋友嚟講，呢種人際關係嘅反常變動，其實就係命運喺俾你敲警鐘，話你知關口就要到咗，一定要穩住自己，收住心。唔好被亂七八糟嘅人同事帶亂咗節奏，尤其係嗰啲突然找上門揾你投資、揾你借錢、揾你參和是非嘅人，一定要多留個心眼，唔好一時心軟，又或者擘唔開面口就答應落嚟，好容易俾自己惹上大麻煩，耗掉自己積攢咗一輩子嘅福氣。我之前就遇到過一位屬蛇嘅阿姨，73歲嗰年，好多年冇聯繫嘅，遠房外甥突然找上門，話自己開咗間養老院，收益特別好，想揾佢入股，每年俾佢2成利息。阿姨一開始亦猶豫可嫁唔住外甥，日日上門游說，又諗住係親戚唔會騙自己，就將成世賺嘅20萬養老錢都投進去咗。結果啱過咗半年，外甥就聯繫唔上咗，養老院亦關門咗，20萬全打咗水漂。阿姨因為呢件事氣到入咗院，同屋企人亦鬧咗唔少矛盾，好好嘅晚年日子一下子就亂咗套。所以話遇到呢種反常嘅人際關係變化，千祈唔好唔當回事，多留個心眼，少參和閒事，少管人哋嘅家事，守住自己嘅錢，守住自己嘅心，就能避開好多麻煩。講到呢度，肯定有好多屬蛇嘅朋友心裏開始打鼓，甚至有點驚，話照你咁講，73歲呢度坎係咪就躲唔過去咗？係咪一定會有災？我喺呢度明確同大家講，絕對唔係。命理從來都唔係定死嘅，唔係話你係鬼使蛇，73歲就一定會出事。真正嘅天機從來唔係話你知災難一定會降臨，而係提前話你知風險喺邊，
教你點樣趨吉避凶，點樣提前準備，將唔好嘅影響降到最低。同樣嘅流年，同樣嘅年紀，同樣嘅命局，點解有啲人順順利利就過去咗之後嘅日子越過越好，福氣越嚟越厚，有啲人卻出咗大跟頭，將一輩子嘅積蓄都賠進去，屋企亦鬧得雞犬不寧。差別從來唔喺八字好唔好，亦唔喺命，硬唔硬就在於你有冇提前察覺到呢啲信號，有冇提前做好準備，有冇穩住自己嘅心神。我成日講一句話，人生最大嘅福氣從來唔係一輩子順風順水冇災冇難，而係喺風雨來臨之前你就已經準備好咗遮。對於1953年嘅鬼使蛇嚟講，73歲呢度坎唔係嚟害你嘅，係嚟渡你嘅。佢係你晚年福報到嚟之前嘅最後一道考驗，邁過去咗，後面嘅日子就係真正嘅安享晚年，無災無難，錢財安穩，家庭和睦，子孫孝順。可要是你冇當回事，任由自己心亂，任由屋企氣場亂落去，好多本來可以輕鬆避開嘅小事，就會慢慢斬成大事，最後變成一輩子嘅遺憾，耗光你前半輩子辛辛苦苦賺下嘅福報。咁呢度坎最核心嘅考驗到底係乜嘢？好多人以為係身體出問題，係財運流失，係家庭矛盾，其實都唔係。我研究咗咁多年鬼使蛇嘅命局，見過太多案例，最後發現73歲呢度坎真正難邁嘅，從來唔係外面嘅風雨，而係你自己嘅內心。你哋呢一代人年輕嘅時候苦慣咗、難慣咗，乜嘢事都自己扛，習慣咗操心，習慣咗掌控，習慣咗將所有壓力都放喺自己心裏。年輕嘅時候，你有事業要忙，有仔女要養，有老人要照顧，成個人嘅心思都撲喺外面，冇空諗亂七八糟嘅嘢。可退休之後閒落嚟咗，日子輕鬆咗，你反而唔知該點樣過咗。尤其係到咗73歲前後，好多屬蛇嘅朋友都會慢慢陷入一種好奇怪嘅狀態。明明日子過得好好嘅，唔愁食唔愁着，仔女亦孝順，可心裏就係唔踏實，總覺得要出乜嘢事。你會忍不住擔心，擔心自己以後生病冇人照顧，擔心手頭上嘅錢唔夠使養老冇保障，擔心仔女工作唔順，日子過唔好，擔心孫輩讀書唔好，將來冇出息。你仲會忍不住回憶過去，諗起年輕時候冇完成嘅夢想，諗起曾經錯過嘅人，諗起受過嘅委屈，諗起留低嘅遺憾，越諗越後悔，越諗越難受，成日陷喺負面情緒裏出唔嚟。呢種狀態喺命理裏有個講法叫福至心亂，就係福氣已經喺嚟嘅路上咗，已經行到你屋企門口咗，你嘅心先亂咗，自己將福氣擋喺咗門外。點解話呢種狀態最危險？因為心一亂，你嘅判斷就會出錯，你嘅選擇就會出問題，心裏焦慮不安就容易俾人轉空子被騙錢，心裏煩躁易怒就容易同屋企人嗌交，傷咗感情。心裏總諗住遺憾過去，就容易情緒低落，影響身體健康。好多人栽跟頭，唔係因為外面嘅困難有幾難，而係因為自己先亂咗陣腳，自己將自己打敗咗。對於鬼使蛇嚟講，呢度坎最大嘅敵人從來唔係人哋，係自己心裏嘅執念。有啲人執念於錢財，總怕錢唔夠，總諗住再多斬點，最後反而栽喺錢上。有啲人執念於控制，總覺得仔女仲未長大，乜嘢事都要管，都要聽自己嘅，最後管到家庭破裂，仔女疏遠。有啲人執念於過去，總沉浸喺曾經嘅輝煌，又或者遺憾裏睇唔見眼前嘅好日子，越活越消沉。呢啲執念就係消耗你晚年福報最大嘅元兇。風水唔常話氣隨心轉，境由心生。一個人嘅念頭本身就係一種氣場，你每日心裏諗嘅係乜嘢，你身上嘅氣場就會變成乜嘢樣。你日日諗焦慮擔心嘅事，你嘅氣場就會越嚟越沉，越嚟越亂，好運氣入唔嚟，麻煩事卻專找你。反過嚟，如果你每日諗嘅都係知足感恩，諗嘅係當下嘅好日子，諗嘅係開心嘅事，你嘅氣場就會越嚟越順，越嚟越亮，福氣自然會往你身邊聚好事，亦會一件接一件咁嚟。所以我總話73歲呢度坎最先要過嘅係自己心裏呢度關，心穩咗，日子就穩咗。心順咗運勢，自然就順咗真正最高級嘅風水。從來唔係屋企擺乜嘢貔貅放咩銅錢，亦唔係改乜嘢大門朝向，係你自己嘅心境。心境唔對，哪怕你揾最好嘅風水師擺最好嘅局都冇用。心境對咗，哪怕你住嘅係普普通通嘅舊屋，亦能養出好福氣，日子越過越順。
當然，心境調整係根本，居家風水嘅調整亦同樣重要，而且係相輔相成嘅。心境好咗，再配合屋企嘅風水佈局，旺運嘅效果會更好。接下來我就同大家分享幾個專門適合鬼時蛇晚年嘅旺運方法，都係簡單好操作嘅，唔使花乜嘢錢，只要你照着做，慢慢就能將屋企嘅氣場養起嚟，將福氣留住，穩穩當當邁過呢道坎。第一個方法，保持家中明堂開闊乾淨，及時斷捨離。乜嘢係明堂？簡單嚟講，就係你入屋之後第一眼睇到嘅區域，亦即係玄關，仲有客廳靠前嘅位置。呢個地方係屋企聚氣嘅核心位置，亦係福氣財氣入屋嘅第一站。明堂開闊明亮，屋企嘅氣場就順，福氣財氣就入得嚟。明堂狹窄雜亂，堆滿咗雜物，福氣財氣入唔嚟，屋企嘅運勢自然好唔了。好多老人家都節儉咗一輩子嘢，唔捨得掉，唔理有用冇用都留着。幾十年前嘅舊家私、壞咗嘅電器、着唔上嘅舊衫、賺咗好幾年嘅舊報紙、空紙箱、空樽，堆得屋企到處都係玄關，堆滿咗鞋，客廳堆滿咗雜物，連行路嘅地方都冇。呢啲常年唔用放住積灰嘅舊嘢，喺風水嚟叫死氣，亦即係衰敗之氣。佢哋堆喺屋企，唔單止佔地方，仲會擋住好運氣嘅來路，讓屋企嘅氣場流通唔起嚟，濁氣散唔出去。時間耐咗，家運就會越嚟越衰敗，人嘅精神頭亦會越嚟越差。尤其係73歲之後，人自身嘅氣場本嚟就喺慢慢變弱，更加需要屋企有乾淨順暢嘅氣場嚟托住你嘅運勢。所以1953年嘅屬蛇朋友們一定要學住做斷捨離，唔好乜嘢都唔捨得掉。你可以抽幾日時間將屋企嘅嘢好好整理一遍，啲3年5年都冇碰過嘅嘢，以後大概率亦唔會再用咗該掉嘅掉，該送人嘅送人。尤其係玄關同客廳嘅位置，一定要收拾得乾乾淨淨、敞敞亮亮嘅，俾福氣入屋留出足夠嘅空間。好多人覺得唔就係收拾間屋啫，仲能改運。你自己試試就知，將屋企嘅雜物都清乾淨，成間屋都光晒，你一入屋，心裏就覺得敞亮舒服，成個人都輕鬆好多。呢就係屋企嘅氣場順咗，加係你日日待嘅地方。屋企嘅氣場順咗，你嘅心情自然就好，心情好咗，身體就好，運勢自然亦就跟住起嚟咗。呢係最簡單亦最有效嘅旺運方法。第二個方法，保持客廳充足嘅採光同通風，補足陽氣。鬼是蛇嘅命局屬陰火，本身就怕陰濕怕晦暗嘅氣場。如果屋企常年拉住窗簾，見唔到陽光，陰暗潮濕，陰氣太重，就會壓制你本身嘅氣場，讓你精神壓抑，情緒低落，總覺得提唔起勁，仲容易招小病小災，影響身體健康。而客廳係一家人活動最多嘅地方，亦係屋企陽氣聚集嘅核心區域。客廳光猛，陽氣充足，屋企嘅整體氣場就旺，就能壓住唔好嘅濁氣。客廳陰暗，陽氣不足，屋企嘅氣場就弱，各種麻煩事就容易找上門。所以大家一定要記住，每日朝早起身之後，第一件事就係將客廳嘅窗簾全部拉開，讓陽光照入屋裏面。哪怕每日只有半個鐘嘅陽光，亦能有效驅散屋企嘅濁氣，提升陽氣，改善成個家嘅氣場。如果屋企嘅客廳採光唔好朝北，常年見唔到陽光，咁就喺客廳裝一盞光啲嘅主燈，日頭亦開住，用燈光補足，光線亦能起到提升陽氣嘅效果。除咗採光通風亦好重要，窗要經常打開，讓新鮮嘅空氣流入嚟，將屋企嘅濁氣死氣都換出去。空氣流通咗，屋企嘅氣場就活咗運勢，自然亦就轉起嚟咗。尤其係而家夏天，好多人家日日開冷氣，關住窗，空氣唔流通，濁氣都積喺屋裏，對身體同運勢都唔好。每日朝早夜晚一定要開半個鐘窗，通下風。第三個方法，保持廚房整潔，守好財富同健康。好多人唔重視廚房嘅風水，覺得廚房就係煮飯嘅地方，乾淨唔乾淨冇乜大不了。其實喺風水裏，廚房嘅地位非常重要，佢直接管住一家人嘅財富同健康。廚房乾淨整潔，灶台明亮，屋企嘅財富就揾錢財就能守得住。廚房髒亂差，灶台油污厚，水槽倒，屋企嘅財富就漏錢，不知不覺就花出去咗，留唔住。同時廚房管住一家人嘅飲食，飲食直接關係到身體健康，所以廚房嘅氣場好唔好，亦直接影響全家人嘅身體狀況。對於73歲嘅屬蛇朋友嚟講，晚年最睇重嘅就係兩件事，一係手頭上嘅錢夠唔夠穩唔穩，二係身體好唔好健唔健康。所以廚房嘅風水
你一定要重視起嚟。平時煮完飯要及時將灶台擦乾淨，唔好留油污。油污係濁氣嘅來源，積得越厚，財富漏得越厲害。水槽裏唔好堆住碗碟，食完飯及時洗乾淨。水槽要保持通暢，唔好倒下水道，倒咗寓意住財運，唔通亦會聚集濁氣。廚房裏面嘅調料廚具都要收拾整齊。過期嘅調料、壞咗嘅鍋碗瓢盆，及時掉咗佢，唔好唔捨得。好多老人家節省調料過期咗亦接着，用碗碟殼壞咗亦留着。其實呢啲嘢都會破壞廚房嘅氣場，影響財富同健康，真係得不償失。第四個方法，調整同晚輩嘅相處方式，守住兒孫福。我睇咗咁多年嘅命盤，發現鬼使蛇晚年嘅福報好大一部分都嚟自兒孫，亦即係我哋成日講嘅子孫福。你年輕時候吃苦捱累，將仔女培養成人，為家庭付出咗一輩子，積下咗厚厚嘅陰德。晚年本該好好享兒孫嘅福可，好多老人家一輩子操心慣咗，根本行唔落嚟。仔女都30-40歲咗，成家立業咗，有自己嘅小家庭咗，仲係放心唔落。仔女嘅工作要管，同同事鬧矛盾要操心升職加薪，亦要跟着參和。仔女嘅小家庭要管，小兩口嗌交要評理，屋企點樣使錢要管，點樣打掃衛生亦要管，就連孫輩嘅教育亦要管。小朋友點樣食飯，點樣讀書，報乜嘢興趣班都要插一手，都要按自己諗法嚟。結果呢，你自己操碎咗心，日日攰得唔行，仔女仲唔領情，覺得你管得太多，干涉佢哋嘅生活，矛盾越積越多，關係越嚟越疏遠，屋企日日嘈吵鬧鬧嘅家運點可能好？我成日同老年朋友講，人到晚年最大嘅智慧唔係掌控，係放手。唔係要求，係包容。你將仔女拉扯大，供佢哋讀書，幫佢哋成家，你嘅責任早就完成咗。佢哋已經係成年人咗，有自己嘅諗法，有自己嘅生活，亦有能力為自己嘅人生負責咗。你可以俾佢哋提建議、講經驗，但唔好強行干涉，更加唔好要求佢哋事事都聽你嘅。先至有兒孫福，莫為兒孫做馬牛。佢哋嘅日子讓佢哋自己去過，跌咗跤，佢哋自己會爬起身，食咗虧。佢哋自己會長記性，你操再多嘅心也替唔了佢哋嘅人生，反而仲傷咗母子父子之間嘅感情，得不償失。你要做嘅就係放寬心，少管閒事，過好自己嘅日子。仔女有困難揾你幫忙，你能幫就幫，唔揾你就唔好殺操心。多睇睇仔女嘅優點，多誇下佢哋，少挑毛病，少指責，家庭氣氛和睦咗，一家人其樂融融嘅，就係一個家最好嘅風水。家和先能萬事興。第五個方法，守住自己嘅養老錢，唔貪唔借，穩字當頭。人到晚年，手頭上嘅積蓄就係你最大嘅底氣，係你養老嘅最後一道防線。73歲呢度冚，好多人栽跟頭都係栽喺錢財上，要麼係心裏焦慮，想讓錢生錢，聽信咗高收益嘅投資騙局，將一輩子嘅積蓄都賠進去咗；要麼係心軟，抹唔開面口，親戚朋友一借錢就答應，最後錢要唔返嚟，仲結咗仇。我喺呢度反覆同大家強調，到咗呢個年紀，錢最重要嘅唔係增值，係安全，係穩。啲同你講高利息、零風險、穩賺不賠嘅投資，唔管你財產品定係乜嘢項目入股，十有八九都係騙局。你諗住人哋嘅嗰點利息，人哋盯住嘅係你嘅本金，千祈唔好貪呢個小便宜，亦唔好抱住僥倖心理，覺得自己唔會被騙，你一輩子賺嘅養老錢，要是被騙走咗，唔單止晚年生活冇保障，仲會氣壞身體，得不償失。仲有借錢呢件事，唔理係親戚定係朋友，借錢都要慎之又慎，數額細嘅借出去就算要唔返嚟，亦唔影響生活嘅，實在抹唔開面口可以借少少，數額大嘅一律唔好答應，唔理對方講得幾好聽都唔好鬆口，唔好覺得都係親戚，唔好意思拒絕，你唔好意思拒絕人哋就好意思坑你手頭上嘅錢，係你後半世人嘅養老錢，係救命錢，邊個都唔能動，將自己嘅錢袋子守好咗，你心裏就有底氣，就唔會因為錢嘅事焦慮不安，心就穩咗心，穩咗判斷就唔會出錯，就能避開好多坑。呢度冚就邁過咗一大半。講到呢度，可能仲有朋友會問，邁過呢度冚之後，真係就能富貴無憂嗎？73歲咗，仲有乜嘢好日子可言？我同大家講，真係有鬼使蛇嘅命，就係典型嘅厚積薄發，先苦後甜。你前半輩子食嘅所有苦受嘅所有累，付出嘅所有心血，都係喺度為晚年積福。你前半生一直喺度為別人活，為家庭活，
邁過73歲呢道坎之後，你就真正進入咗人生最後一個黃金階段，係完完全全為自己活嘅階段。我見過太多屬蛇嘅長者，73歲之前總有操唔完嘅心，總有各種各樣嘅煩心事，身體亦總出小毛病。可一旦邁過咗73歲，呢道坎成個人都鬆落嚟咗，心態放平咗，執念放下咗，身體反而越嚟越硬朗，屋企嘅事亦越嚟越順，仔女嘅事業穩步上升，唔使再操心。孫輩慢慢長大，懂事又出色，手頭上嘅錢夠使，身體亦冇咩大毛病。每日想做乜就做乜，溜灣下棋、養花、旅遊，點樣開心，點樣嚟日子過得安穩又自在。好多人對富貴嘅理解都錯咗，覺得要有幾百萬、幾千萬住豪宅、開豪車先叫富貴。其實人到咗晚年就會明白，真正嘅大富大貴從來都唔係銀行裏面嘅數字，而係內心嘅安穩同圓滿。朝早起身能食一頓熱乎可口嘅早飯，牙齒好、胃口好就係富貴。身體硬朗，冇乜大病大痛，能行能逛，生活能自理就係富貴。身邊有老伴陪住，知冷知熱傾下偈，做伴就係富貴。仔女孝順，孫輩繞膝，一家人熱熱鬧鬧，和和睦睦就係富貴。夜晚瞓得踏實，唔使操心，呢個唔使擔心，嗰個心裏敞亮就係富貴。手頭上有足夠嘅養老錢，唔使睇人哋面色，唔使伸手同仔女要，就係富貴。呢啲嘢睇住平平常常、普普通通，其實先係最難得嘅，係幾多錢都買唔嚟嘅真正嘅富貴。所以1953年嘅屬蛇朋友們，唔好覺得73歲，雖然年紀大咗，人生就定局咗，唔係嘅。73歲唔係你人生嘅終點，亦唔係下坡路嘅開始，係你真正享福嘅起點。呢道坎確實存在，但佢唔係為咗將你打倒，而係為咗幫你篩掉嗰啲消耗你嘅人同事，幫你放下啲冇必要嘅執念，幫你將失心沉落嚟，好好享受剩低嘅好日子。你唔使驚，亦唔使焦慮，更加唔好自己嚇自己。你要做嘅就係由依家開始留心身邊嘅信號，調整好自己嘅心態，放下冇必要嘅執念，收拾好屋企嘅環境，處理好同家人嘅關係，守住自己嘅錢袋子，穩穩當當、踏踏實實嘅，就一定能順利邁過呢道坎。最後，我想送俾所有甩953年鬼使蛇嘅有緣人一句話：人活到呢個年紀，拼嘅早就唔係能力，唔係本事，亦唔係財富幾多，而係福氣。而福氣嘅根源從來唔喺外面，唔喺風水擺件女，亦唔喺人哋身上，就喺你自己嘅心裏。心寬一寸路就寬一丈，心裏知足，日子就處處係歡喜。心裏有光，晚年自有福氣照耀。我亦衷心祝願所有1953年嘅屬蛇朋友都能順順利利邁過73歲呢度重要關口。往後嘅日子身體康健，家宅平安，兒孫興旺，福澤綿長。你前半輩子經歷嘅所有風雨，最終都會化作後半生安穩幸福嘅彩虹，護住你一路順遂。願你往後餘生皆溫暖，所成皆坦途，所求皆如願，福氣常伴，左右好運常駐家門。未來10年越